加拿大 A1 流行榜2025 5月第4週排行榜第10位，姜濤 On a Sunny Day 全新上榜，為每一位送上生日祝福，為活着而高歌慶祝。第9位，切斷聯繫，封鎖消息，係咪就能夠真正心息呢？另一首全新上榜歌曲有安俊豪嘅《勿擾模式》。曾為適應而適應，未配合到彼此個性。第8位，踏入50歲嘅關口，勇敢迎向充滿未知嘅人生下半場。全新上榜，謝安琪《50-50》。高峰人生低谷人生，經過才重要。第7位，姚焯菲 New Fantasy 展現型格魅力，全新上榜，進佔第7位。第6位 MC 張天賦懷疑人生，上星期嘅冠軍歌，今個禮拜排名稍為回落。第5位周欣婷離別時刻，一首以告別同成長做主題嘅作品，相隔6個星期再次上榜。剩下這一課，懷念當天快樂過，多燦爛忘了慶賀。第4位，今個星期成績最好嘅新上榜歌曲有 Gordon Flanders 嘅《心中那位住客》，細數一段早已逝去但係縈繞心頭嘅感情。重塑最美麗的假象，還要等到那一天再無痛癢。季軍歌曲陳健安《不遲不早》，相隔1個禮拜重新上榜，打入3甲位置。亞軍歌曲衛蘭《The Best Version of Me》，上星期第5位，今個禮拜跳升3級。冠軍歌曲林家謙《4月物語》，由林家謙親自作曲編曲，陳銘陽填詞，上榜第3週首次奪得冠軍，恭喜晒！願我記得，而同時淡忘了舊故事，誰曾留伏線？時和地空等一個條件，是最青春的某人望見。加拿大 A1 流行榜2025誠意邀請你每星期投票，選出你心目中頭3位歌曲。記得去到星島 A1 中文電台 A1 Chinese Radio.ca， 喺網頁嘅右手邊就會揾到投票表格。仲要記得留意我哋電台 Facebook、IG、YouTube 頻道，公佈每個星期嘅排行榜啦。